empowering ideas together. Filmmakers, or the talents or the creators across the region. So that's what it is. I think that's the actual approach that we can create innovation. 何かを作るという時に関してはやはり一人ではできなくて、皆さんのアイデアによって新しくいいものが生まれるっていうのは僕も信じて。来自亚洲各个不同的地方文化，然后电影人创作的想法，可以在亚洲电影大奖互相交流，然后互相激荡，然后也可以期待在这个地方呢汇聚不同的組合，然後創造出新的不一樣的電影。我諗 together 嗰個字好緊要，尤其是近年其實跨地域嘅合作越嚟越多，我哋可能真係有能力係喺一啲跨地域嘅故事裏面去呈現到啲新嘅視覺出嚟，咁會更加期待啊！我哋有冇可能有一日喺片場相見？